前面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怎么了？空年北京人特别不是玩玩了的，空了看不起估计难他。不是玩了，公看上，竟然给准备的讲了呢。真的。Let's read it. Let's. 跟着是就竟然的你们看这学哪年呢？Madrid de你们送死的年。Let's. 我那竟然给对面我们送的下了呢。Let's 청은. 더 챘나? 티키랑 그 중진인 야구 야라나. 줄을 제대로 긴디디 남페라나. Let's. 생각 더더 숨빼 거다 숨레원이를. 키랑 젠디 대유. Let's 터쳤나? 怎么了？他自己想玩还是偷干的？前面我们在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，下面我们针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学习。中译吧，第12。中译吧，第12。准康，旅店。准康，旅店。东吧。空的，东吧，空的。康吧，房间。康吧，房间。广木，晚。广木，晚。密集，对撒，单人间。密集，对撒，单人间。多车，行李。多车，行李。扎下儿。理发，扎下儿，理发。协助，服务。协助，服务。넘기로，态度。넘기로，态度。미니对撒，双人间。미니对撒，双人间。미숨对撒，三人间。미숨对撒，三人间。张着看，卫生间。张着看，卫生间。年轻，电视机。年轻，电视机。주차부，锁牙，热水器。주차부，锁牙，热水器。土落，下色，차감，衣柜。土落，下色，차감，衣柜。수부，주스，洗澡间。수부，주스，洗澡间。접수와，服务员。접수와，服务员。니리，书签，接待员。니리，书签，接待员。王文，王文。王文，王文。规矩，需，安排。规矩，需，安排。托卡，楼上。托卡，楼上。揽沙，马上。揽沙，马上。古秀，先生。古秀，先生。入密期，填表。入密期，填表。我啦，这，预交。我啦，这，预交。穷钱，收据。穷钱，收据。自家，结账。自家，结账。网络，用女起，多退少补。网络，用女起，多退少补。托萨，孙不，3楼。托萨，孙不，3楼。地密，钥匙。
，di mi，钥匙。前面我们学习了住宿一课的常用句式，学习了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您到西藏以后，能用藏语跟别人交流有关住宿的相关问题吗？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节目结用。让我们下堂课见。